台南有一位查某警察休假的时阵出车祸死亡，伫现场除了有烧弄的3台车，还有一台违规乱停的校车。警方针对违规乱停的校车，敢是有责任的，说是有无共款的见解。有车祸鉴定专家认为讲，若准无共识，会由法官来裁定，未认为一部分就是全部的面貌。我们2个家庭都缺一角了，缺一角了。这场车祸，后生地女警甲查甫朋友两家庭拢破碎。女警亲人接受访问，强调一定追究到底。亲友也无法度接受第一时间女大生面对车祸的态度。至少陪陪他，看他应该躺在那里。后续的相关的一个伤灾跟抚恤呢，我们也会积极来协助。有关于派出所同仁的部分呢，我们也请心理师呢去做一个咨商。事故现场是上线道发生进前技术游览车违停伫机车停单区，女警甲女大生的方向原本也伫违停车的后边。车祸时阵，女警甲女大生已经伫内线车道，弄女警的学生专车为闪避女警已经到对向车道，违停车辆无甲女警有弄到的事实，是不是有责任？伫调查过程，因为讨论一派认为有因果关系，另一派无安尼认为。并不以有无发生碰撞为唯一的考量，仍然必须考虑原因的发生跟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。律师认为交通事故不应该干那思考是不是弄丢。车祸鉴定专家指出，车祸调查因分警方初判、车祸刑事事故鉴定甲鉴定后期这3阶段审议，若双方无共识，就交由法官审核。不过第3阶段后期，大部分用多数决。车祸鉴定委员会它是合议制，它是投票的。要看多数委员的意见的见解是不是一致，以多数决了。警方表示，这案件因果关系得由检察官认定。女大生读的学校也发声明，对罹难的女警甲家属致上哀悼，也强调专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，学校无方便评论。会加强相关的宣导，也希望各界理性和司法回归司法，停止对校内师生构筑侵害甲违纪的暴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